彩上线。美人姐，哟，跟你讲一下，因为其实应该大家人拢知影，因为我拍真侪国片嘛。啊，拢破亿耶，票房破亿耶，你是破亿保证。对，差不多5支，所以我要甲大家推荐一支电影，叫做《世界第一胖》。啊，虽然我无演，我嘛毋是男主角，但是我感觉就是宝春师傅啊，伊这个故事足值得人学习。干那一块胖就扭转伊的人生。是。但是这拢毋是重点。重点是啥？重点是内面有一个女主角，我足喜欢。女主角哦，孟耿如。伊个袂使摆在内底。哦。王彩华。哈哈，搁较免讲。我不是。哎，王彩华今年搞不好是这个角色得金马奖真的非常有机会。但是我最欣赏的就在我旁边，我们欢迎美人姐啊，里面的演员啊。好啦，我有客串演出。是。啊，我问他说为什么要我演？他说我们这是世界第一胖哈第一胖，所以呢我很符合安尼。跟胖差不多。哎，我平常就胖的，跟他胖的哈，所以呢我都可以演安尼哈。我来去当中是因为吴宝春师傅的故事哈。我敢靠宝春呐哈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片酬其实就是比照巩俐哈，所以一般的电影其实也很难请得到我哈。那不过这部电影我会答应演出，是因为今生这一辈子我吃宝春师傅的面包都不用排队。耶！我跟你讲，做人爱有品哦，我无讲不用付钱哦，不用排队的差就这样，那都差就这样，啊，真的很感人啊！我为了这部电影还飞法国一趟，对啊，出外景，是啊。啊，我就紧张的是讲啊，这声吼千里迢迢去到法国，唔知要演什么戏吼，那么就紧张的。啊，去到遐一天拍落来，再发现我一句台词都没有啊，只有一些画面。导演林正盛说，专业的演员眼神就有戏了。所以呢，我爱请官大，个袂使请马啊，个踩在法国又刚好下大雪，嘿，我规个骹是等下烫下骹，打在搓冰顶头都对啦，那对啦，嘿啊哈，啊个 NG 5次，你看哈，无讲话，无讲话，NG 5次，用眼神哈，啊，希望大家支持这部电影，因为故事真的很感人，而且其实我觉得也蛮励志的，好，而且跟大家很贴近，啊，据说看的人中间有一句台词出现的时候，全部的电影院是大笑。好，我也不知道哪一句，你们去看才知道。这应该是美人姐来的唯有讲话吧，所以大家再去看麦姐。谢谢。对，美人姐，搁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有一个最好耍的活动一定要去。宜兰抢孤的活动是8月4号到9月6号，有一系列的活动，参像热气球啊、啤酒业，还有真侪歌手拢会去，参像谢金燕。黄山亮，上重要的就是咱红人帮的歌手江蕙怡、吴声美、叶若凡拢去，所以你敢要去？没有，所以一定要去参加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还有要告诉大家，我们一个新的赛制，因为定咱的俱乐部内面啊，可能定坐遐坐久啊，选手嘛感觉讲挑战性伤低，也是观众看个那大家拢无什么变化，感觉讲定无伫进步迄种感觉，所以我们这次有一个5个月的大淘汰。怎么说5个月？就是俱乐部里面所有的选手，在这5个月内一定要有进步，或者是把卫冕者拉下来，不然5个月之后你就离开这个地方。哦，所以其就严格，而且又有点残酷。是，所以呢，给大家一点时间压力。这5个月里面呢，每个人都有机会上来跟这个卫冕者挑战。好，那么希望能够集中在5个月里面，让自己有更多的进步，同时也因为这样子的汰换，让更多高手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。希望更较侪爱唱歌的人紧加入这个团队，做伙甲卫冕者甲诱落来，大家共同拍拼呢。好，这是这次的新的赛事，那我们马上来介绍我们的超红评审团。首先第一位，重金属型男 Freddy 老师，唱片界才子陈子鸿老师，今天穿花衬衫非常帅气的不老顽童许常德老师。接下来这位音乐界才女詹雅雯老师，再来这位熟女界杀手洪敬尧老师，欢迎老师。那接下来我们2位卫冕者王俊卿还有潘正达跟大家挥手致意一下。那2位卫冕者叠加，马上进行小小歌王擂台赛。这几天暑假的特辑啊，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赛制。咱
每一个礼拜弄有一个新的挑战者，而且是13岁以下的小朋友。而且我们总共有10周，今天已经是第4周了。但是跟大家讲一个重点，就是你在第10周的时候成为擂台组，你就有1万元的奖学金。所以请大家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的努力一下，因为上礼拜哇，这个厉害，平手，达成平手，2个小朋友都非常的厉害，以23.1分的高分平手，所以给那里先分出一个胜负吧。你敢过记阮顶礼拜6岁小歌王？我感觉唱歌就是要有这种感觉。你规首歌唱了有够好的呢，啊，你的音足准的哦。哇！啊，你感觉真会赢？哇！啊，东宁，小东宁，加油！哇！这种分数太高了，有可能你会赢呢。你若赢，你敢有够第2块歌？想袂到落地啊，只有一条歌的东宁，竟然甲13岁这届战做平手，唔知影伊今仔日会传几条歌来应战呢？好可爱哟！你好，我过来啊，我是杨东宁，今年6岁，我为中华得回来的。嘿，你好，你平常是有咧跳北家将的哦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美人姐、昌宪哥、各位评审老师、各位现场的来宾，大家好。好。我吼，实在这个阿嬷伤晚，啊无吼，我若看你还有没有小童星有没有哈？一出生就抱给那个阿嬷养，好不好？哈，这么会调教，对不对？这么大方哈，杨东林，啊你今仔日爱准备什么歌曲来挑战呢？我要唱《亚里哦》。哦，我问讲今仔日要唱什么歌？伊讲亚里哦，亚里哦。我讲对，今仔日要唱什么歌？毋讲亚里哦啦。亚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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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啊，你知影亚里哦是谁唱的无？张雅文老师唱的。张雅文老师唱。伫遐呢。哦。啊，你今日你顶礼拜敢若练一块歌尔，你今日有加练一块无？我有练3块。伊顶礼拜是来佚佗，所以吼，敢若练一首尔，煞来战成平手安尼嘿。啊，今仔日有练3条歌来，安尼就对啊，哈。啊，你敢有可能唱到第3条？好啦，那我们大姐姐，大姐姐唱什么歌？唱朱海军的《最幸福》，但是美人姐，我今天有个任务，是，就是我们班同学说，如果我今天输杨东林的话，就叫我不要再回去了。啊，就不要回学校了。对。哦，了解，好，就不要回那个班好了啦。哇，这个表示双方都有很大的压力哦，哈。东林，啊，比赛都有输赢，你敢知影这代志？知哈，啊，办不你若无赢咧？无要紧，好，安尼赞哈，这阿嬷有教哈。是啦，互东林歌啊写嘴咧。安尼就东林你先唱哦，安尼好不好？好哈，好，我们马上来看他们2位带来精彩的演出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接下来红乡组的歌曲是《追幸福》。心若愈贪虚伪的生活，若是离婚一点一滴心头才会定。辛苦等伫遐，也愿存的声，未来若着行，人生。
念做伙认真做阵行，提出真心又早甲安排，阮才有命。辛苦等伫遐。谢谢。谢谢香竹，谢谢东林。刚才东林最后一句话的那个 “law” 有没有？那个 “cusy” 有没有？真的要可以？逃过海。哎呀，鬼被海出给救大的呢吼，这现在重播500遍了呢。我有代志要问雅文老师。哦，你有代志要问伊？你讲。雅文老师，我唱了有好听无？我有这么多的星星的哑铃哟。敢真正会赢你哦！连咪，我会讲恭喜你，恭喜你，这个登上卫冕者宝座。你看行吼，行这些谁安尼了哈？我们不要！嘿，小小歌王卖家猴急啦！好，我们先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东林，你真正足够的，吼。顶一回你讲你练的歌无济，啊，这一届这个赢你哦的歌，啊，你练偌久？练无几个月呢。练无几个月，啊，唱遮好吼，啊，你感觉家己唱了好无？好。哦好，袂歹吼。当然老师要甲你讲，你今日唱了拢足好诶，上重要是你的音准足水诶，吼。啊，你干那尾音伤短安尼尔，每一个迄个尾音啦，佮拖一撮啦，吼，就规首歌就足完整诶，就足水啊。我感觉你今日唱这首歌唱得足好诶，足够诶哦。那香竹呢？我觉得反倒今天你的表现没有上次的好，为什么呢？今天这首歌曲你的迄个音准佮有拍，拢毋是遐尔啊稳定，音准不够到位。你迄个拍呢一直咧赶，尤其是这个 B 段以后你一直在赶拍子哦，加油！无，我伫想讲吼，是毋是因为顶届即个打成平手吼，所以讲今日相助你较紧张，包括你即个同学甲你讲，你若输吼就莫转去啊，安尼，所以讲你就搁较紧张，压力搁较大。因为今日若甲进前几届比起来吼，今日的即个音准真正是有差一寡。当然，我感觉你假音的部分其实足好听的。你若以后选歌、揀歌的时阵吼，揀一寡即种假音较侪，我感觉嘛有无共款的感觉。颠倒是东林的部分吼，东林是我感觉你足轻松。我讲到东林，头拄错一个呢。对啊，你看几点没有？伊头拄啊，你伫看边啊，可能遐有小朋友的款的，我毋知。我感觉东林就是拢无紧张的感觉，我感觉伊就袂输是来佚佗的，来唱歌互大家听。我感觉即种心情吼，是颠倒会表现足好的。我感觉今日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感觉即个东林的部分，当然也是有一寡因为可能讲迄个技巧的部分吼，就是还袂那么成熟。但是我感觉这颠倒是你的强项啦，因为安尼大家会足期待听你唱歌的。东林，咱。老师在讲，你敢听有？听无要紧呢？听无。听无？听有听无？听无。听无。好，要紧哈。咱看数字就知啦，好不？好 ，OK。歹势，恁讲阮听无哈？咱先来看东林的成绩，评审请下分数。加油加油，东林！这个小孩子王会唱到几分呢？哇哦！22.8分，恭喜东林！恭喜！哇，香竹看到头前嘴拢开去啊，放松一点，不能回那学校转学就好，没有那么难。我们来看香竹的分数，评审请下分数。加油，香竹，香竹，香竹，向下！22.5分，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哇！所以是东林，22.8甲22.5谁赢？你麦克爱摕较紧的，谁赢？你赢呢？
啊，你赢呢？你有欢喜无？有。哦，啊，你后礼拜该唱一地安尼？啊，后一条，无要紧啊，无要紧，好。那我们也谢谢香竹，好，我们转班就好，哈，好，谢谢，这礼拜表现都非常好，谢谢。啊，我跟你讲哈，啊，梁咪，我来讲恭喜你，恭喜你，这个登上卫冕者宝座。啊，你看行哈，行去遐坐，安尼会晓哈？会哦。啊，麦克也遐我的。好，安排报道哦，哈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不要，你要等迄个阮两个讲了，才会使去，吼。啊，豆豆行，爱较稳，爱有大将之风，吼。好来，你讲给人听无啦？我有代志要问姚文老师。哦，你有代志要问伊？你讲。姚文老师，我唱了有好听无？我觉得他不是问你这个问题啦，他的问题是问说他有没有唱的比你好听啊？头一届吼参赛者安尼质问啦吼，有啦，你唱了足好听的，嘿，足好听的。我会去参加你的演唱会无？这个。这两面阮再来处理。无要紧，我即马甲你回答吼。这个囡仔吼，真正是太年轻有为咧，遮细汉啊，就要为家己的前途拍拼铺路啦吼。啊，你都敢讨啊，我哪会互你？台中演唱会等你。哦！台中演唱会呢？迄是几啊千人呢？你敢袂惊？袂。几落万人呢？袂。哇，厉害！恭喜杨东林！登上我们的红人宝宝座。一想着几落冬，有时阵也搁会面红红，敢讲已经无希望，是你予我一个梦，叫青春。要安怎孤单？心痛嘛爱有期限，3冬、10冬。亲像风吹，要飞外远，看你的线放我吹。谢谢。
谢谢吴声梅，思良伯爵。好久不见，美人姐，回来了，陈老师。这个哈，虽然已经毕业了，可是呢，还是要回来同学会一下，让大家知道你的近况哈。自从入围金曲奖之后，对不对哈？哎，感觉事业又往前一步哦，而且这一步好大一步呢，去到内地比赛哦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要有一个目标，然后去前进，才会有不同的收获。是。然后我觉得这一年还过得蛮充实的，然后也很幸运，就是从过关以后，然后就可以先去演戏，然后又马上连接着就发片，然后宣传，然后之后我就想，我还是很喜欢比赛。那可是台湾的比赛就红人榜已经过关啦，所以我就想，那有一个中国最强音，我去内地比赛，对，然后也尝试唱一下国语歌。但是比赛那个压力很大，怎么会喜欢呢？这心那想要介意？这刚才就我变态，另外刚刚最恐怖的，就是一路比赛最紧张的，大家拢在准备那种压力，而且去到那边跟谈恋爱一样吗？谈恋爱也是这样啊？哪有？有啊，就是很恐怖啊。胆战心惊、那是后期的事吧？前期也很恐怖啊！你想他的时候，不是想的要死，而不是就很恐怖吗？我不懂。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邀请你回来吗？不知道。啊，那我解释一下。好，您如今可是我们节目的样板呐！哎呀，是。因为我们新的赛制15个月就要淘汰一轮，那要吸引更多的好手来，所以这个样板得站在这儿。如果能够在那个卫冕宝座过20关，就这模样，好吗？就这模样。好兴奋啊！就是这模样，什么模样呢？发片入围拍戏，哎呦，还前进内地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大红大紫，发光发亮，所以各位好手赶快来报名。哎呀，这样你知道了吧？过奖了，还要再进步啦。是啊，其实我今天来一个目的，就是除了要感谢我的娘家超级红人榜，让我有这个舞台。对。然后呢，还有感谢我所有的评审老师，这样看我长大。还有一个人，就是特别要感谢他，是谁？谁？其实因为我其实要感谢人太多，然后很多贵人都一直帮着声美，然后其中一位就是明阳老师。哇，明阳老师，明阳老师，哇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。哇，为什么要特别感谢明阳老师？因为其实我会来红人榜，原因是因为明阳老师，然后他就是一直觉得。我从小时候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就已经认识老师嘛，然后后来就没有想再继续走这条路。那因为老师已经先来红人榜，所以他就说，我觉得你喜欢唱歌，现在有这么好的舞台，你应该来这里，再完成你的人生梦想这样子。所以才有现在的我这样。哇，所以这才是真的看你长大的阿伯啊！阿伯。啊，我觉得，你是去年过关的、去年的6月啊！哇，这么快！哇，1年，真的你看从去年一个这个我们在一般的算是那种普通女孩子，到现在蜕变到现在这个算是歌后级的站在这个地方。其实我只要看到声美，我心中的比搏菜。为什么？因为充满了紧张感。不是讲你做水啦，没啦，嘛是水啦，嘛是做水啦。就说，因为我从他国中的时候我就教他唱歌。然后这个他以前是关关难过关关过，直到像这一次的金曲奖也是一样。我会刚才最后要最后要宣布的时候，我一直在传简讯给我们的制作人说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到最后一刻，我觉得不管怎样，我干嘛讲有声美这样的一个例子在红人榜，我觉得我当时的眼光没有看错人。因为一路以来我没有放弃过他。到红人榜，我接到说我想来这个地方帮他们上课。我第一位就想到这个声美，就把他带进来。我觉得我没有看错，这样子，所以要恭喜他。我们要谢谢明阳老师，对不对？哈。然后我今天有带一个小礼物，就是我们公司有做一个大富翁。然后我知道老师现在出一个新专辑，叫做《看天一滴泪》，然后我希望祝他呢，唱片大卖，变成大富翁。哇，谢谢谢谢，里面有我，还有我们子红老师，子红老师谢谢都在里面。希望借着大富翁，让大家全部都变成大富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你有没有跟他合唱过？我之前有一次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合唱，但是几乎没有跟他真正对唱情歌的一个感觉。但是我今天带来这个一首非常有意义的歌，叫《你我相逢》。相逢之后，所有的这个人生际遇变得不太一样。你我相逢。好，欢迎他们。
这个鼓励不是正达上大的力量。最后在弥留的状态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所有的子女家人呢，凡是在母亲的周围的时候，安怎叫都没反应。可是呢，正达只要唱歌，他妈妈的手就会有反应。人生本是虚情似流梦，偏偏为你来流浪，痴心为你多情的歌，一切不是做梦。你我相逢，对你情深意重。无论是千声万语，只有你一人。无论是海角天边，也为你来相送。情深意重，无论是千声万语，只有你一人。无论是海角天边，也为你来相送。无论是海角天边，也为你来相送。全新的挑战者军团，让你不捌听过的好声音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精致的艺术家。我觉得你歌唱的功力非常好。你的高音很漂亮。你比足侪台湾人唱台湾歌更加好听。我觉得你的武器就是你的厚实的嗓音，果然是来者不善。比赛进入更残酷的考验。我们这次有一个5个月的大淘汰，就是俱乐部里面所有的选手在这5个月内一定要有进步，或者是把卫冕者拉下来，不然5个月之后你就离开这个地方。5个月时间，只有一个留落的办法。在这种压力之下，潘正达竟然失去唱歌上界大的力量。最后在弥留的状态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所有的子女家人呢，凡是在母亲的周围的时候，安怎叫都没反应。可是呢，正达只要唱歌，他妈妈的手就会有反应。这首母亲，我要送给我天上的妈妈。正达敢有办法行过这个难关？偶像组的资格赛，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赛制，每5个月要有一个大淘汰，所以选手要非常的厉害。有请明阳老师给咱介绍一下，应该有容纳收纳一挂新的选手吧？
有，所以呢，要甲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恭喜一下，今仔就是咱全新的阵容呢，庞大的开始。所以呢，阮吼这段时间拢伫这个秘密基地已经训练了好几个月。包括咱伫咱台湾呢，台湾地区足侪歌手以外呢，我还到马来西亚。找了一些高手过来，是那田老师呢也不甘示弱，重金礼聘，从印尼也找来一些这个高手哦，所以呢，我相信现在的选手不只有唱歌而已，还有各方面的展现都很需要，所以呢，我们也邀请到一些比较有喜感，像开喜婆婆哦，也很会唱歌哦，所以大家拭目以待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老师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我们资格赛的选手，首先第一位。咱先来先看他的剪影，剪影到底谁做是赢也是变嘞？哦，看完剪影，我们要听他的声音。一鸣惊人，请出声。今夜搁再想你，一切亲像在梦中。哦。我们来欢迎第一位羊奶小公主王奕纯。哇哦，是小朋友哎。好，第二位也是先看剪影，来看嘛姐。哎呦，短发，一鸣惊人，请出声。月落啊，送半天。柔柔的、轻轻的，但是感觉就很厉害。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梦妍，欢迎第二位参赛者，来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梦妍。好，那奕纯也跟大家问个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奕纯。好，为什么叫羊奶小公主呢？因为我家里阿公在卖羊奶啊，而且我从小就会对羊唱歌哦。而且美人姐听她声音讲话跟唱歌都不一样，刚刚很成熟，而且站出来就是一个小女生，很可爱，讲话这样。听伊对来声敢若33岁啊，听伊讲话敢若13岁啊，中间的20岁跑去哪里了？哈，好，那梦妍是从马来西亚来啊？没错。哇，住在马来西亚哪里嘞？槟城。哦，槟城，哇，这个马来西亚的美食很有名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哦，我就爱假的。为了上节目，就是要减肥才过来。哦，减肥才过来，所以你是在路上遇到李明阳，然后就招手，然后就，好，可以这么说吧？是，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呢，很喜欢台湾歌，对不对？很喜欢听哈，你们从小就听，对不对？对。哦 ，OK， 好。其实他们在就马来西亚也参加很多比赛。而且都得到不是，我看了列了5、6项，不是冠军就是亚军。这个是往事，好厉害！而且妹妹也是。是啊，然后大甲杯、大甲镇长杯第1名嘞，而且他跟那个刚才的那个东尼一样，6岁就会唱歌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好厉害哟！哇，这个拼起来就好玩了，对不对？哈，那羊奶小公主，请问你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什么？谁西卵？谁西卵 ？OK， 好。那我们梦妍带来的歌曲是什么？半嘴半清气。好。哇，我喜欢听的歌。好，欢迎2位。谢谢。接下来梦妍带来的歌曲是《半嘴半清气》。全新的赛制，让你唔捌听过的好声音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精致的艺术家，你的高音很漂亮。我觉得你的武器就是你的厚实的嗓音。今天这个歌，很 man。全新的挑战者全面出击。接下来梦妍带来的歌曲是《半嘴半清气》，谢谢梦妍。哇哦。这两位羊奶小公主15岁而已哈，是啊，来日方长嘛，好 ，OK。啊，那个不是猛龙不过江哈，真的有点恐怖呢，太强了。梦妍，听到拢
哦，好像港对啊，而且刚才有一个记录没有讲呢，他在马来西亚的歌唱节目比赛是Astro 欢喜来卡拉 OK 双料冠军，而且这是当地算是最指标的那个歌唱选秀节目哦。OK， 这修厉害啊啦，是，真的，哎呀，厉害对。不是猛龙不过江，没有3两3岂敢上梁山？敢漂洋过海从马来西亚来，对不对？哈，放下工作，对不对？哈，可见啊，台语歌的魅力无远弗届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可是问一下那个台语很厉害的老师们哦，不是猛龙不过江，没有3两3不敢上梁山，台语有没有类似的成语？我刚才想到，无迄个卡通的卖假叶下游。这个很难哦哈，这个如果有厉害的台语专家可以给我们一下哈，也丰富我们主持的词汇，好不好哈？好，应该是来夹不先，先夹不来啊，来夹不先，先夹不来。你报第一看我告罪，没错。好，来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哎呀，今仔日的评审真歹做，爱我恁考台语，恁真正是大家拢来夹不先吼。来，这个奕纯，我觉得你歌唱的功力非常好，尤其你的技巧，你的长音，迄个骨流度吼，甲别人无共款，真特殊。别人阁有一个美角，你连迄个角拢去掉了，就是骨流，所以你的长音是足骨流的吼，非常好听，非常漂亮。但是因你选的这首歌呢，它的前面全部都是低音，A 段都是低音，所以沉闷。你即摆声当咧变声，所以你的声是不清亮的，是无亮的。你的声是包掉的，迄个感觉。你会一直淡仔咧赶，尤其是开始这个尾段开始，就开始小小的赶拍子。无规首歌，我感觉以你的年纪诠释这样子非常非常的优了，出乎我预料。我感觉非常的好你是非常有潜能的孩子。那梦妍。不愧是讲起来是职业吧啦吼，真正是驻唱歌手就是不一样。你的灯弯写个很有世故情感的浓烈度真有迄种社会性。人讲你走跳过江湖，走跳过社会，真侪妹妹角角的感情细腻度你都做出来了。我觉得这个点呢是孩子不会的，但是孩子会的是你不会的。伊的单纯的歌路是咱袂晓的，咱已经将歌复杂化了，所以在这首歌里面，我倒觉得，如果乃当更加自然的、更自然，尤其是心底半醉半清醒，会更加自然的洒脱，我会觉得会加分。那无，我感觉规首歌呢更加自然，分数更加高，很棒了，加油！谢谢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我们请子鸿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今天2位都蛮厉害的。我先说那个奕纯哈，你应该有学过，有跟老师学过唱歌吧？应该一直有在学吧？OK， 听得出来。那我觉得你应该再消化一下，就是说听得出来你是真的练过，你技巧各方面都很好。可是因为你年纪比较小，所以呢，你才15岁，跟人家唱什么生死恋？对啊，应该我觉得你在选歌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你在驾驭这个歌，你唱歌的部分技巧都没问题。可是我觉得在情感上就有一点会觉得，好像小孩子在装大人的感觉。好，但当然你觉得你是大人的，可是我们在听会觉得，其实你可以再挑一些比较再稍微符合你年纪一点的。我当然不是说雅文老师年纪大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以你的年纪，就是你有练过，但是可以再自然一点。你有些太工整了。好，那其他像音色啊。低音的部分，刚刚雅文老师有说哈，其实我的意见也是一样，但整体上你的表现，以你这个年纪可以有这样子的唱功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谢谢老师。梦妍，你的今天你的唱法是细腻、精准，然后又有经验，然后游刃有余，就是好像你在唱歌好像你在喝水、呼吸一样，其实让我们观众也会觉得很自然，跟你进到那个情境。那再讲回来，奕纯，你就让我们会跟着你一直紧绷，所以如果一不小心你唱错了，我们就会替你紧张。其实差别是在这里，所以我觉得两者今天都表现得很好，但是特别是奕纯，你不要唱得那么自私化，会更好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奕纯的成绩，评审请下分数。加油，奕纯！杨乃小公主会得到几分？
15岁，22.3分。接下来看梦妍的分数，评审请下分数。加油，梦妍唱得非常好，老师非常肯定的梦妍会得到几分呢？给，22.8分，恭喜梦妍。好，我们也谢谢依纯，谢谢。挑战呢，都不懂要说什么。哦，没有关系，嘿，就是说都是我就欢喜哈，对，可以过第一关。好，啊，你这样子，马来西亚的工作不就都要暂停？就暂时暂停，然后把存款都挖出来用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来回这样子飞。对，哦，所以安那是，今日那是正达安尼溜落来的时阵，你就后礼拜再飞回来呢。所以你就先住在这里嘛？哦，先留下来就对了。啊，你已经决定留下来了？没有。所以不是，我就想真的。哇，对呀，我就是人家已经要埋锅造饭，长期驻留了呀！啊，因为难得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台上，我就要争取到底。好，有信心。来，马上进行青春组的资格赛，来，先来看第一位选手的剪影。是男是女？是一位女生。一鸣惊人，请出声。谢谢姑姑，你莫走，有缘也是袂当将你留。我们欢迎第一位来自印尼的印尼歌姬刘佳宇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位，我们来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呢？查甫的，一鸣惊人，请出声。昨夜zan风伤心雨，今日愁味挂心中。看得出他的喉结在动。我们欢迎我们的长官李金旺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金旺。好，我们先问一下刘小姐，来自印尼。对，是印尼华侨吗？印尼华侨。哦啊，在印尼从小有讲台语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对。啊，怎么会开始学唱台语歌？是来台湾学的。啊，那你今天有带一本特别的东西来是？就我有写唱歌的字。所以是拼音还是？罗马拼音。我看嘛。罗马拼音学台语呢？啊，这条歌是啥？美人姐，你先莫讲，咱看美人姐外高了啊。感谢无心人，感谢无心人，感谢无情人，无情人，无人教，别人教别人，别人教你，我你啦，好难哦。今日三兵无限慢啊，来攞是阵阵埋咪啊。我规拢变调伊啊啦！看一个人真正用安尼在学台语呢，拢罗马拼音呢。哇，真正呢！真正有心的学呢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哎呀，为什么叫他长官？长官呢？所以你是？我是职业军人。有职业军人吗？我都唔敢问啊，你搁叫我问。无啦。所以来宾是主要是讲训练的吗？还是？我们是国军里面的中华电信啦，我们是做一些工程的。对。那这我再问你啊，是那迄摄影机16台内底有4台，停的时间无共款，恢复的时间拢共款，这是让他处理出来。他的母亲第一次他来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妈妈我爱你。妈妈在第3次比赛的时候，癌症就恶化了。正达今天还是来继续这个比赛，因为这是妈妈的心愿，也最后成为妈妈的遗愿。这首母亲，我要送给我天上的妈妈。那
那这我来问你啊，是哪迄摄影机的16台内底有4台，停的时间无共款，恢复的时间拢共款，这是安怎处理出来？这你大概，因为你这种有概念呢。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没事，你应该有知道。因为我是负责通信网络啦。啊，是安那迄个紧闭室要打给医官的内线会断线。所以我们是安那早上断线到下午都没有修好啊？我是负责外线的部分。哦，你负责外线，跟你无关系，他没有负责内线啊。对对对好 ，OK 啊。我跟你讲哈，啊，你是唔通白马 Tiki 呢哈，要安全退伍哦哈。啊，带来什么歌曲嘞？带来心碎。心碎哦，心碎。多金辉。多金辉哦，厉害厉害。好，多金辉是会让人心碎的，好吗？好，欢迎2位带来的歌曲，谢谢。心在飞倒位？为何多情的你离开阮身边？好话也讲尽，一切也一声，袂当挽回着你飘落的心。心爱你，我真需要你。无你的日子，春天对我有啥意义？我真思念你，我袂当无你。怎样你放阮陪着孤孤单单？一个人的暗暝，爱情的春天已去无回，你甘你是放阮，送予你风吹，唔通袂记阮的情，阮的爱。望你好好听声，一蕊多情花。谢谢老师。谢谢刘佳瑜。接下来李金旺带来的歌曲是《心碎》。风吹微微，也雨落绵绵。今夜又是恁记记，一个人有一款酒，着多一暝啦。我无需要等。来安慰，孤单对我来讲已经真惯势，一个人来过日无啥物，悲歌对我来讲
日叫心碎。孤单对我来讲已经真惯势，一个人来过日无啥物。悲歌对我来讲已经听把味，因为我的名字叫心碎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请许常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先讲李金旺。是。我觉得你的声音不用那样子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们真的要放松一点，放轻松。然后那个，我觉得你的武器就是你的厚实的嗓音。嗯。然后这个其实你运用还蛮得体的，哦，就是没有夸张的去用挤压，啊，去做这些动作。可是呢，这个歌呢，就是从头到听到尾，就会觉得说，就像你刚才我要讲评第一个立正那样，感觉太立正，就可能要情绪有时候要再出来一点，不要那么工整。然后呢，尤其是最后每个音不要都断的，每个句子的字都断掉，因为了要那个要呈现那个嗓音哦，就有时候太断，就会有点情绪破碎，这个可以改正一下啊。然后嘉宇呢？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精致的艺术家，啊，因为你每个音每个字其实都有手术，让你的音色能就是很尊贵的呈现出来。谢谢。啊，你把你的每个字都保护得很好，所以变成每个音我们都听得很细腻，甚至有一些细微的地方，其实你有一些设计我们都听得非常清楚。这个，所以会母语不一定会把台语讲好，其实练好才把台语讲好的，才进入那么深的一个感情里面。这个很赞，加油！谢谢。好，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嘉瑜，今天这个歌，你的高音很漂亮，高音非常好听，但相对来讲低音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再稍微练一下，让低音更松一点。但我觉得你的情绪可以再稍微夸张一点，再渲染一点点。好，因为现在听起来很安全，就是没什么毛病，没什么问题，可是呢会闪神。听的人，你情绪可以再多扣一点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知道。OK， 好，我觉得金旺啊，我们在讲评的时候，我特别注意你的表情，你好像都很怕人家问到军中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特敏感的、很抖了。对啊，放轻松哈。但是我觉得，当然对你的身份比对你歌唱的讲评更有兴趣。开玩笑，我觉得你的音色就是让人家很有安全感，哦。很厚实，就像刚刚老师说的。但我觉得今天你在唱这个歌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就4平8稳。那我会觉得可能是在选曲的关键。那相对的嘉瑜选的这个曲子，非常的有层次，分段分了3段，至少有3段，所以你在表现起来会让我们觉得这首歌的格局会比较大。那并不表示说金旺唱的不好。哦，因为你们的唱功都是在基本以上了，我觉得都是合格的。那2个都表现得很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2个都很好，也不可能2个都过关呐、对不对？哈，还是比出一个高下哈。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刘小姐，你有跟老板请假吗？有啊。你有跟长官请假吗？有报备。拜托你请假哈，报备哦哈。对啊哈。那么我们还是要看成绩，好吧？我们先来看刘小姐的成绩，评审请下分数。加油，嘉瑜！非常用功认真的嘉瑜。哇哦，22.8分。哎呀，我们的 officer， 长官有说，如果输了会怎样，赢了会怎样吗？没有啦，他们是希望我唱得开心的就好。哦，这样子哈 ，OK， 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是，那接下来看我们金旺兄会得到几分？
评审请下分数，加油加油加油！1、2、1、2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再来，22.5分，卡子输啊！真的是啊，不过不容易，对不对哈？希望你能够再来哈。好，哎，等，好，那我们就把一些话还是带到，免得这样对长官有交代。为什么？这是出来扭转国军形象的哈。来，我来念一下哈。好，民进军，军爱民，军民合作一条心。好了，可以走了。谢谢金旺兄。偶像组的卫冕赛有请卫冕者潘正达。来，正达。同学，各位老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我们要先鼓励一下正达，是好，可是又怕影响你的情绪，哎，还是我们待会再说，先唱。啊？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好，那正达要带来什么歌曲？真的。母亲，哎。那还是先说好了。正达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他的母亲第一次他来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，他妈妈还坐在那个区域帮他加油，今天你看妈妈来给你安尼听你唱歌，不甲讲一句歌，你已经过关了呢。妈，我过关了。妈妈，我爱你。赞。那么第2次、第3次后来的时候，那一次来了之后，妈妈就住院了。其实妈妈当时已经有癌症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对。然后妈妈在你第3次比赛的时候，第3次比赛的时候，对，恶化。就那个癌症就恶化了。然后虽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他还是每个礼拜天6点半，他就跑到那个医院大厅哈，可以看电视的地方哈，那请护士把他推到那个地方，他要看那个正达比赛的那个播出。那其实正达那个时候在母亲癌症恶化的时候，一度想要放弃比赛，陪在母亲的身边，可是母亲都一直说不行，你一定要继续比赛。对不对啊？那最后在弥留的状态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所有的子女家人呢，环视在母亲的周围的时候，阿拉给拢无反应。可是呢，正达只要唱歌，他妈妈的手就会就会有反应，对呀。所以在刚刚经历丧母之痛，这是人生很大的一个悲痛，但是。正达今天还是来继续这个比赛，因为这是妈妈的心愿，也最后成为妈妈的遗愿，所以呢，他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比赛这个参赛到底，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有好的成绩安慰母亲的在天之灵。我简单这样讲，正达有要补充吗？这一首母亲，我要送给我天上的妈妈，她应该还可以听得到这样。加油，正达加油！有定行是天安排，唔通当作母是路在。你若失去了，让我们看到一个画面，就是你在对你妈妈唱歌。亲像无旁拄风台。安慰母亲的在天之灵，我简单这样讲，正达有要补充吗？这一首母亲，我要送给我天上的妈妈，她应该还可以听得到这样。加油，正达加油！好，所以梦妍要带来什么歌呢？伤心泪。OK， 来，我们欢迎2位。
你的心肝，唔通搁讲你爱我，阮的心肝已经是予你变甲惊。这款生活，阮过甲提心吊胆，为你牺牲，嘛知无人听。你的批单，有一张双的批纸，你门窗下有一双别人的牵拖。纯情的你，要哪会变甲这呢可怕？你对阮要怎样解释啦？别人的爱藏心肝，将阮的爱赶出门口埕。声声句句讲你上爱我，伤心的日子。伤心的话莫甲讲啦，感情歌到这，请你走啦。别人的爱藏心肝，将阮的爱赶出门口埕。声声句句讲你上爱我，伤心的日子好难，伤心的。谢谢梦圆带来的歌曲。接下来为民者潘正达带来的歌曲是《母亲》。和妈妈的最后一首歌，正达敢有法度顺利唱完呢？妈妈的目屎，滴滴拢是爱。有时流落来，有时吞巴来。再生一粒豆，看样需要拜地头。在妈妈在生的时阵，妈妈对你这囡仔无遗憾吗？你要坚持这条路。后礼拜二一条献予天顶母亲的歌，希望你嘛做伙来听。